大家好，今集同大家講下 Domaine de la Romanée Conti， 簡稱 DLC， 究竟有幾多支酒款呢？ Domaine de la Romanée Conti 係 Burgundy 最受尊崇嘅酒莊，酒莊所釀造出8種不同特級園嘅價格，通常都係喺全球市場上面名列前茅。其中以獨佔園 La Romanée Conti 嘅酒款最為知名，閒閒地都要10幾萬一支啊！而家就等我講下呢個莊嘅背景先。早喺18年前啊，1911年嘅時候，現任莊主嘅家族 De Villiers 家族已經參與管理㗎啦。其後因為陷入財困，咁喺1942年嘅時候呢，翁希勒夸嘅家族加入。喺呢幾十年嚟啊，De Villiers家族同埋勒夸家族一直保持住對酒莊50% 平等股權，一路去到1974年。Herbert de Villiers 同埋阿婆 Lalou Bislecroix 被任命為聯合董事，直至1992年，阿婆離開酒莊，佢個侄 Henri Frédéric Hoc 接替咗佢個位，直至2018年 Henri Frédéric Hoc 因病逝世，因此呢，佢個位就由阿婆嘅女接任啦。2021年12月 Albert de Villiers 退休。佢個侄 Bertrand de Villiers 繼任，而家 DLC 就係呢兩位做聯合董事啦。Romanée Conti 呢一塊神級嘅獨佔園，我喺上幾條片都介紹過㗎啦，有興趣可以睇返。呢一塊 Monopole 面積1.81公頃，年產量只係3500支至到6400支嘅啫。大膽啲講句，呢個中國都唔夠飲。所以出邊好多收買佬話回收個吉樽喎，回收嚟做乜嘢呢？唔通真係有人買個吉樽嚟留個紀念咩？第二個我要介紹嘅特級園就係 La Tâche， 佢有個好優雅嘅名叫做踏雪園，亦都有個花名叫做辣塔豬。La Tâche 嘅佔地面積有6公頃，比康帝大3倍，年產量11000支至到24000支。比康帝多4倍，貴為 DLC 嘅第2把交椅，佢嘅價格都不菲㗎，閒閒地都要4-5萬一支。至於 La Tâche 嘅歷史故事同 Liget Bailly 嘅家族淵源，可以睇返我之前嗰幾段片。La Tâche 雖然叫做踏雪園啊，但係我就覺得完全係踏唔到地啊，好離地啊，好夢幻啊，你又覺得點呢？ Richebourg DLC 第3把交椅，布根地百花園，以香氣見稱。喺成個 Richebourg 嘅特級園裏邊，總共有8公頃嘅面積。DLC 敢認第2，冇人敢認第1。雖然 Richebourg 裏邊有12個家族所擁有，喺8公頃裏邊，淨係 DLC 已經佔咗3.5公頃，其他4.5公頃分俾11個酒莊。平均嚟講，每一間酒莊只係得0.4公頃嘅啫。Richebourg 里奇堡風格濃郁、飽滿，充滿男性嘅剛陽之美，擁有與 La Tâche 相比美嘅品質。佢嘅香氣多樣而且充滿變化，能夠與 Champagne Moussini 嘅香氣之王 Moussini 一較高下。DLC 嘅 Richebourg 年產量只有11000瓶至到15000瓶，同 La Tâche 差唔多啊。Romanée Saint Vivant 特級園同康帝特級園之間只係隔咗一條公路，佢佔地9.4公頃，係豐 Romanée村最大嘅特級園。喺最大嘅特級園裏邊，擁有最大地塊嘅就係 DLC 啦。DLC 嘅 Romanée Saint Vivant 佔地5.3公頃，年產量10000至18000支，同 La Tâche 啊、Richebourg 啊差唔多。呢一塊特級園亦都以香氣見稱，有百花園嘅美譽。DLC 嘅莊主仲認為 RSV 唔單止超越咗 Grand Estival， 更加有並肩 Richebourg 嘅姿勢喎。莊主將 RSV 嘅領土劃分成4個部分，其中2個係生產 DLC 嘅 RSV 嘅主要來源，第3個地塊根據年份同埋果實嘅品質決定去留，而最後尾一個部分就係位於 Richebourg 嘅上方。嗰啲提子未夠班做 DLC 嘅 RSV 啊，
所以就賣晒俾其他酒商。講返 RSV 嘅風格啦 ，RSV 呢就比較中庸啲，冇 Richborough 嘅強壯，亦都冇 Latache 嘅厚實，但係呢有住 Latache 嘅輕盈質地同埋溫柔嘅內涵。有時佢嘅品質仲更加超越咗佢嘅鄰居 Richborough 添。如果見到有25000一支嘅話，不妨買嚟試下。光 SHO 大 E 同埋 SHO 細 E， 雖然話光 SHO 大 E， 但係佢嘅面積呢係 SHO 嘅1/4。大 E 佔地9.1公頃，係蜂窩 mini 村裏邊嘅邊界，鄰近 Clos de Vougeot， 有21個地主。DLC 可以話係大地主，佔咗成個大 E 嘅1/3。喺大 E 隔離就係細 E， 面積37.7公頃，有84個地主。DLC 亦都係細 E 嘅大地主，佔咗4.67公頃，年產量係11000支至18000支，同 Richborough 差唔多。至於 DLC 嘅大 E， 佢年產量係7700支至到11000支。咁至於邊支好飲啲呢？咁就留待閣下留言俾我啦。Corton 呢一塊特級園呢係 DLC 喺之前從未擁有過嘅，喺15年前，即係2008年先啱啱租咗3塊地塊嚟釀酒，年產量係5000至8000支，比較少有嘅。如果一支 Corton 同埋一支 RSV 擺喺你面前，你會買邊支呢？好啦，講完紅酒嘅特級園，而家就講下白酒嘅特級園啦。DLC 喺蜂窩 mini 村裏邊可以話係擁有盟主嘅地位，但係喺以白酒聞名嘅 Côte de Beaune 裏邊 Lafleur 孖雞敢認第二，冇人敢認第一。始終 DLC 喺 Montrachet 呢塊特級園只係佔咗0.67嘅公頃，連1公頃都未有，而且仲係要拆散3塊地，唔係連住嘅添。年產量只係得3000支到嘅咋。仲有一款喺市場上面揾到嘅 DLC 白酒就係 Corton Charlemagne。DLC 喺2018年嘅時候由 Bruno de Maistre 手上租咗2.91公頃嘅地，2019年開始釀酒，所以淨係得幾個年份嘅啫。仲有一款白酒就係白塔 Montrachet 特級園。呢一款白酒年產量不超過300支，主要係供酒莊款客或者自用嘅，所以係冇市場價格嘅。如果你有機會去 DLC 酒莊住一晚，可能都會飲到喎。唔講你唔知 ，DLC 原來係有一支1級園嘅。呢一支1級園係會喺靚年份先會出現嘅啫。1999年啦，2002年啦，04、06、08、09、11、19、20、21年先會出現㗎。呢一個1級園佔地0.077公頃，佢除咗會採用呢一塊1級園嘅葡萄之外，仲會運用咗特級園嘅第2輪採收葡萄。網上就話係 Latache 同埋光 SHO 嘅年輕葡萄藤。呢一個1級園就係以19世紀嘅時候 DLC 嘅創辦人嘅名嚟命名嘅，年產量只有3000支，你未見過都唔出奇啊！好啦，頭先就講咗7個紅酒嘅特級園，3個白酒嘅特級園，同埋1個1級園。為咗呢一段片，足足整咗我成幾個月啊！如果你都中意呢條片，請俾個 like、訂閱我頻道同埋 share 俾你個朋友仔。介紹一個網站俾你，如果你係讀緊 YSET Level 2或者 Level 3嘅話，呢個網站就啱晒啦。裏邊係有 food pairing。甜、酸、苦、辣、鮮，究竟係配紅酒好啊，定係白酒好呢？必考題：點樣開一支 Still Wine、Sparkling 同埋 Old Wine？ 仲有唔同國家究竟有啲咩紅葡萄同埋白葡萄？最底下仲會有關於酒嘅電影介紹，同埋邊度有得讀 YSET Level 3，同埋佢哋嘅價錢。我係 Y Sir， 中意品酒 White Life Balance， 下次見。拜拜。